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imon。今季已經去過6個 NBA 場館，採訪30幾場嘅常規賽，仲去過更衣室訪問 KD、Devin Booker、Wemby 同 Kate Cunningham 等等球星。季後賽就嚟開鑼啦，等我同大家講下 NBA 最近有咩熱話。邁阿密熱火嘅 Bam Adebayo 咧，最近喺對戰巫師嘅比賽入邊成功獨取咗83分啊，成為史上第2位最高單場得分嘅球員。當晚呢，我就喺 Brooklyn 訪問咗活塞隊嘅 Kate Cunningham，連佢都話大癲啊。不過火箭教練 Ime Udoka 咧就有少少微言，質疑 Bam 嘅得分手段，仲話對手只係巫師隊。但係事實咧就係唔少球員啊都有喺 X 啊、Instagram 等等嘅社交平台咧祝賀 Bam 噶，其中公鹿嘅字母哥 Giannis 更加係力挺 Bam Adebayo 啊，話大家都未必記得當日 Kobe 係點樣攞到81分啦，仲話 Bam 做到就係做到。Bam 同女朋友 A'ja Wilson 咧分別成為現役 NBA 同 WNBA 球員當中最高單場得分嘅球員，可謂名副其實嘅 Power Couple 啊！大家又點睇 Bam Adebayo獨取83分呢件事呢？留言話俾我聽啊！